我哋試下呢，依家做一個放鬆嘅練習，幫大家咧去教你用翻2、3、4嘅呼吸法。意思係咩呢？2就係吸氣，3咧就係 hold 住，即係1、2、3咁，然後4咧就係呼氣1、2、3、4嘅。當然啦，我都要強調，開頭嘅時候咧，可能你需要去街住自己去做呢件事，但係之後咧慢慢進入狀態之後咧，或者頭嗰幾次之後咧，潛意識會幫你 tune 一個比較係適合你放鬆安心嘅一個狀態去幫你嘅。咁所以到時你跟佢得㗎啦，頭嗰幾下你要街住之後咧，由佢去帶你就得㗎啦。另外就係我想幫大家做一次肯定嘅，大家係咪都識深呼吸㗎？你試下做一次俾我睇下，1、2、3，好。有啲同學咧就會咧做一啲咧，一叫佢深呼吸嘅時候咧，就會啲河馬鼻出晒嚟咁樣嘅，唔使嘅，好簡單。你做翻你 BB 仔，你試下想像翻，你見下啲 BB 仔佢點樣去深呼吸嘅，就係嗰一隻。你唔會見到啲 BB 仔河馬鼻出晒嚟咁樣搶啲空氣㗎，佢只係一種好慢好慢嘅吸氣，跟住 hold，然後好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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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氣，就係咁嘅啫。大家可以而家試下，如果你發覺咧自己咧有啲緊張，唔緊要嘅，你試下可以第時你都可以幫其他人，好用力咁吸一口，然後好出盡力呼一口，然後先去翻嗰個深呼吸度。依家請你預備去做呢個吸氣，我哋可以心裏面去數吸氣1、2，然後 hold 住1、2、3，跟住呼氣1、2、3、4，然後請你繼續去幫自己做呢個好慢好慢嘅吸氣，跟住 hold，然後好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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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呼氣。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唔需要有其他嘅諗法，只需要好專注咁，容許自己好專注咁，透過深呼吸，讓自己變得安心放鬆。我哋嘅潛意識會幫我哋咧調節一個咧，令到我哋最安心、最放鬆嘅一個呼吸嘅方法同埋節奏。如果你想自己更加安心放鬆嘅話，你可以試下透過想像或者感受，依家當你吸氣嘅時候，係將一啲好安心、放鬆、正面嘅能量吸入身體裏面。當你呼氣嘅時候，係將到身體裏面一啲負面嘅能量、焦慮、壓力、恐懼、擔心、悲傷、負面嘅情緒、負面嘅能量釋放出嚟。所以當你再次吸氣，係將到一啲正面嘅能量吸入身體裏面，讓你感覺更加嘅安心放鬆。當你再次呼氣，係將到身體負面嘅能量、負面嘅情緒釋放出嚟，讓你感覺更加強烈嘅感覺到嗰種安心放鬆嘅狀態。依家你可能已經感覺到自己整個人慢慢變得安心放鬆起嚟，又或是已經好強烈咁去感覺到呢種安心放鬆嘅狀態。但我哋可以容許自己嘗試更深層嘅安心放鬆嘅。你可以試下想像下、感受下、諗下呢啲安心放鬆嘅正面能量，正在透過深呼吸，然後去讓你整個人由頭到腳，由外而內包圍住你，係一種好舒服、好安心、好放鬆嘅狀態。做得非常之好，請大家再繼續
只要你願意，你就會感覺到、想像到。如果你想更加深層嘅安心放鬆嘅話，你想更加強烈嘅話，你可以想像下、感覺下，你整個頭部都被呢啲安心放鬆嘅正面能量所包圍住，讓你整個頭部嘅每一處，再微細之處，都會更加強烈咁感覺到呢種安心放鬆嘅能量同埋狀態，而你只需要繼續好好咁容許自己去享受，讓你安心放鬆。仲有非常之好，請你繼續。可能而家你已經感覺到自己整個頭部都被安心放鬆嘅正面能量所包圍住，感覺安心放鬆。而家你可以嘗試去繼續去想像同埋感受，容許呢啲安心放鬆嘅正面能量從你頭部帶到去上半身，甚至乎上半身嘅每一處，再微細之處，都會更加強烈咁感覺到呢種安心放鬆嘅狀態同埋能量所包圍住，讓你加倍安心，加倍嘅放鬆。仲有非常之好，請繼續容許自己去享受。然後請你繼續將到呢種安心放鬆嘅正面能量從上半身帶到下半身，讓你下半身嘅每一處，再微細之處，都會更加強烈咁去感覺到呢種安心放鬆嘅正面能量正在包圍住，讓你感覺到更深層嘅安心放鬆嘅狀態。仲有非常之好，請大家繼續去好好咁去享受住呢種安心放鬆嘅狀態。而家你可以嘗試感受一下，你而家整個人正在被呢啲安心放鬆嘅能量所包圍住時候，喺呢種由頭到腳，由外而內都被安心放鬆嘅能量所包圍住，讓你加倍嘅安心，加倍嘅放鬆。任何嘅聲音只會幫助你變得更加安心，更加放鬆。仲有非常之好，大家依家正在好好咁去享受住呢種安心放鬆嘅狀態。